农历7月15中元节，台南市议会11号下午举办中元普渡，由议长郭信良、甲议员杜素银、陈一丁、李中琴、蔡淑慧、罗坤福、甲柯志春等7位议员，以及议会党人，分别向地基主、甲中元普渡公来上香祭拜，祈求国泰民安。拜托咱的中元普渡公甲咱的好兄弟，特别正钱哦，一定要进入来这传统年龄动算啊，大家在用3个钟内参拜的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let's go。祈求国泰民安。最近两岸的关系是有点紧张的，那我也希望呢，借这个机会，呼吁两边的领导人，他们能够呢以百姓的生命财产为考量的前提之下，相互的尊重，不要刻意的去激起任何一方有任何发生冲突的机会。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希望中文普渡能够取得国泰民安。议长表示，最近中国对台湾的动作不断，加上今年阁是选举年，参选的人数多，难免引发一寡话题，因此祈求国泰民安。台南市议会按照习俗举办普渡，除了准备各式的祭品甲金纸，透过各组式的祭神占卜，祈求这届定期会会用的仪式顺利。所有人员平安健康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